各位好，喺呢段片段之中，我哋會分享一啲貼士，幫助股東由銀行或者經紀行轉用自己名義持股嘅時候嘅流程更加流暢嘅。係啊，喺我講解步驟同貼士之前呢，我考下你，知唔知轉讓股份最重要嘅構成身份係乜嘢呢？我當然知道啦，要完成股份轉讓，必須要有一個轉讓人同一個承讓人。轉讓人即係轉讓股份擁有權嘅個人或者實體，承讓人就係從轉讓人嗰度獲到所有權嘅個人或者實體。當股份係透過銀行或者經紀行持有嘅時候咧，投資者就係實益擁有人身份啦。香港結算代理人係以擁有股份嘅法定所有權嘅角色代投資者持有股份證書嘅，因此投資者係唔能夠直接進行股份轉讓㗎。當投資者向銀行或者經紀行提取股份轉用自己嘅名字登記嘅時候咧，首先就要取回股份嘅法定所有權。呢個過程，香港結算代理人嘅角色就會係轉讓人，而投資者則為承讓人啦。係啊，冇錯啊，銀行或者係經紀行喺呢個過程裏邊係充當一個中介人嘅角色。就存放喺銀行而言，投資者係需要向有關嘅銀行提取股份嘅申請，然後銀行就會從香港結算代理人取回股票。投資者會喺股票證書上見到中央結算代理人嘅登記姓名，即係轉讓人，並附有銀行嘅印章或者係提貨通知書。其後投資者係需要填寫好承讓人嘅資料。如果提取股份純粹係為咗以自己嘅名義持有股份嘅，從銀行提貨則應向稅局申請標明無需繳付從價印花稅嘅免稅印花。如果投資者提取股票嘅原因係贈與或者係轉讓俾其他人，一個常見嘅錯誤係忽略繳付印花稅。正確嘅做法係喺銀行領取股票後，將對方嘅資料填寫喺承讓人資料欄目上，並支付與一般轉讓適用嘅股票印花稅。多謝你，May。咁喺經紀行提取股票同銀行提取股票有啲咩分別呢？又或者有啲乜嘢特別嘅細節需要留意嘅呢？從經紀行提取股票嘅步驟係同銀行類似嘅，但係要注意嘅咧係經紀行提供嘅文件通常同銀行係唔同嘅。經紀行通常會提供一份提貨通知書同埋轉讓文件，連同香港結算代理人嘅股票一同交還俾投資者。同存喺銀行嘅情況，如果實益擁有權係冇改變嘅情況下，投資者係無需向稅務局申請，無需繳付從價印花稅嘅印花，因為一般情況下，經紀行已經完成有關嘅手續。另一個常見嘅誤解，同樣係投資者喺轉讓表格上將其他人列為承讓人，就將文件直接交俾我哋，咁係作為股東再轉讓給俾其他人。呢個情況係需要先繳付印花稅，才能夠交俾我哋進行下一步手續嘅。May，多謝你嘅 tips 啊，亦都提醒各位股東啦。目前股份轉讓一般需要嘅時間係10個工作天，不過喺不久嘅將來，當無紙證券市場推出咗之後咧，過程就會大大加快㗎啦，週轉嘅時間亦都會縮短。我哋期待盡快為你帶嚟更加便捷嘅體驗。